台湾文学的研究者张良德教授，伊捌提出台湾文学园区的概念，希望用日本山中湖川的文学森林做例，打造台湾的文学公园。顶日伊也邀请到文学界人士做伙来参详文学园区的规划，希望文学界有共识，做伙来向政府提出建议。台湾各地头有大大小小文学馆，有以地方、作家人物做主题，也有国家级的台湾文学馆。经历过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换色风波的张良德教授，提出台湾文学园区的概念，希望以日本山中湖川的文学森林做照镜，打造属于台湾的文学公园。我梦想中的这个园区啊。简单讲，就是一座公园，让这个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公开的，随时都欢迎来这里玩，来这里散步然后你无意中走进这个资料馆里面，一看台湾有这么多的作家。张良德日前邀请文学界重要人士，包括101岁前一人评论家李小峰、作家向阳、台文馆前馆长郑邦定、学者陈万益等人，做伙来参详文学园区的规划和可能性。我考虑较侪就是，园区设计了，你爱有人力，爱有研究者，爱有收藏，你爱会当推广服务，就是讲你的经营，其实才是问题。陈万益表示，台湾并无文学园区的经验，伊认为设立了后的经营才是问题。另外，评论家李小峰嘛建议，大省的提案规模莫伤大，而且园区爱扩大收藏的内容。所以我是建议讲，咱今仔日成一个案，大家做伙联名向中央建议，迄个建议莫伤庞大，用几项方案，互中央去思考，莫干那限定伫文学、狭义的文学，应该是扩大之文史、译文。有教授这个文学台湾国家，听出众人的意见，整理文学园区的方向，希望梦想不只是梦想。张良德教授所讲的迄个梦想，都毋是讲凊彩讲黑白讲的。文学园区爱有，这是事实。这个空间爱真大，毋是无所在，是咱有迄个决心无？你若有迄个念，就有迄个力，就有迄个可能性。这场座谈会有40多位台湾知名的文学作家、艺文界人士参与，未来会成立推动小组，凝聚共识，进一步向政府建言，望早一日实现台湾文学园区的计划。记者杨淑晴、张岳水综合报道。